要看政治消息，对着这个蔡总统甲赖清德收整的代志，新科立委于天啊，伫就职的时嘛公开讲啊，伊讲会以天哥的身份呼吁总统蔡英文甲赖清德好好协调，更加讲到2020年爱着蔡赖配来赢得胜选。 补选立委宣誓就职，民进党立委于天穿一出乌朴色的西装，甲一条红线的骨带，在4位委员之间，伊上听吧。小平会之后会进来国会帮忙？不会，就家人都不会。都不会。2008年。 头一回做立委，伊的后生余祥全入来做助理，被放大镜检视。这回佫倒转来立法院工作家庭卫生改善，但是党内家务事参加真激烈。于天表示：我最希望就是蔡赖配清德和天哥共一改，两个人好好协调一下，不要使得本来会赢的仗，然后。 又打得很难看。蔡赖之争，于天出面发声，其他立委又阁是安怎看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君子跟淑女之争。那我们既不是老腮胡，也不是大师兄，我就不多表示意见了。这个很多都是大家的想象跟期待，可是还是尊重我们党内的民主机制吧。民进党总统初选先协调，才过来比民调，得看蔡英文、赖清德是不是配胜。